秘鲁总统惠恕仁进前接受外国媒体访问时阵，伊有讲过中国捌予伊压力，爱伊外交转向，甚至佫讲会开放中国游客去到秘鲁，想要来影响明年秘鲁的总统大选。咱的外交部也谴责中国这款的行为，也讲咱台湾会继续提供秘鲁援助。有学者认为讲，中国是想要把军事范围增加到第二岛链。伫南太平洋的秘鲁有真丰富的海洋资源，国内主要拢是观光旅游。咱和秘鲁有直飞的航班。根据外交部的统计，疫情进前，2019年有15511个人去秘鲁，2020和2021拄着疫情去的人无到3000个。疫后佫转来啊，到4月已经有3605个人去。业者讲3月开始，逐工拢有团。因为暑假旺季的关系，从4、5月开始，我们每个月都有就是台湾民众帛琉下单的状况。那其实像是去年的第4季，因为那时候因为旅展的带动，然后也有不少民众选择在冬天的时候到帛琉去旅游。不过，秘鲁总统惠恕仁最近接受外国媒体的专访，正式向中国施压，要求因返回台湾。2015年到秘鲁的游客，中国就占54%，但是中国2017年却无爱予游客去秘鲁，最近才个开放。惠恕仁认为讲，中国安尼做是想要影响明年秘鲁的总统大选。中国对我国的外交打压，贬义我国的主权地位从未停止外交部谴责中国用这种假的援外，对咱的友邦是各成各逼，会继续提供秘鲁具体援助。学者讲，中国的目的是要逼台逼登高，但秘鲁在第二岛链有战略地位，美国袂歹插。因为它跟美国来讲有非常紧密的这种军事安全，当然还有所谓的这种经贸上面的这种连结。那所以在这时候，美国是不是会同意帛琉跟中国建交，然后来跟台湾断交？美国应该会是有保留的一个态度。政治当讲，秘鲁的观光受到影响，但是敢会转去和中国来建交，搁要看国际战略的部分。尤其美国和秘鲁有签自由联合协定，美国会避免中国军事扩大到第二岛链。台湾嘛应该和盟友做伙，互秘鲁更较侪支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